龙潭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不像是一般的小乡镇，它有石门水库，有使馆局，它有中科院，有中研院、中山科学研究院、中研院，有陆军总部，所以很多外来的在这边，所以它的水准其实是蛮高的。居民组成其实很多元，对，很多元。对。你刚刚一开始2008年讲让摆的小朋友嘛，刚刚你可以用的一周，可以慢慢越来越扩大到现在的规模。我那时候跟乡长建议说，我们来办一个乡长杯音乐比赛。乡长马上就同意了，我们就办了乡长杯的音乐比赛，然后让这些学音乐的孩子们全部都露出来参加，我就知道哪边有不在招生。对。其实借由也可以引导比赛，你有点海选，对，海选也可以做的，也可以做的呢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哈萨克国家管乐团那时候来，他到嘉义演出，嘉义管乐演出，然后我就请他，是不是在回程的时候来龙潭演一场？那乡长也马上同意了。那我们就请到哈萨克国家管乐团来龙潭演出一场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大家是那么喜欢艺文的，很多人都来参加，而且做得爆满。那隔年我就开始请日本的高校的吹奏乐团，然后也请过挪威的青年管乐团，所以龙潭是一个很有艺文的地方。就係其實每位一開始帶頭，能發現到其實大家係喜有嘅，大家都想要也需要音樂。以前我們可能會覺得鄉下大家冇喜有，其實唔係，只要有人願意出來做，其實大家都很喜歡。對。你喺某個時節開始想講哪一個音樂團主要做客家嘅？你是一開始就覺得我要以客家為主嗎？對，我覺得因為在一場音樂會，譬如說我們第一次演出有8個孩子，然後他們有8個家庭來參加，慢慢的增加16個孩子，或者是20幾個、30幾個，這個就不是30個家庭，他會請他的鄰居朋友們來參加，然後就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客家的音樂，我們就來演奏客家的音樂，在地的音樂，發現大家都非常喜歡，而且很有認同感，而且我們在演奏客家本色的時候，大家會跟着一起唱，我覺得這就是客家人的精神。